海默绘人间万象，生旦净丑，有我，有你，有他。中央电视台戏曲频道。古今名段，品戏韵万千。中央电视台戏曲频道 ，CCTV 中视购物独家经营 CTV11频道全部广告时段，品牌传播迅速覆盖全国。广告代理电话：010-5980-1188。昨日，洋参来到中国。今日把它传遍中国，今日洋参，今日在手中，万日好成功。名家名角汇聚一堂 ，CCTV 戏曲频道携手知名企业，给全国人民拜大年。拉大戏，做大戏，姥姥门前唱大戏。我走了，正如我轻轻地来，我轻轻地招手，作别西天的云彩。一
1931年11月19日中午12时30分，济南号邮政班机在山东党家庄上空触山爆炸，一代诗人徐志摩不幸罹难，时年36岁。怎么我不该上你字啊？怎么我不该要你来？怎么你从去没有传上我纪念奉旨的长沙？他走了，好家万岁所听，与好家很远很远。
没有明月，没有星星，黑夜的海上寻找光明，海鸥在浪尖穿行，穿行，看东方晨星隐隐。
烦恼多，夫妻毕竟是同林鸟，是否陪侬情无当？我特地叫他做了件新上衫，穿了西装，我要上件旧装。公公说我做得对。夫君啊，言必千里一归家。李小姐，薪水到了，你的英文真棒。唉，流光匆匆，一转眼你来英国100年多了吧？是啊，我跟着父亲和梁启超先生从中国来这里寻找光明。我从美国来，投奔英国做一家罗素，因为他是光明的使者。罗素他充满我的勇气、敏感和智慧。是啊，他写的往日月之路像黑夜的星辰，我的心为之跳荡。许君，你说的太好了。慧英，我们真是知音啊！你看的是什么书？对是的，建筑与艺术，一座建筑，就是一首诗。你呢？你喜欢什么书？白论诗群。白论。白论，那里就会卷起爱情的风暴。4月几日岁前。
你得别脸啊！慧英，你知道吗？我喜欢你。自从见到你，我好像一瞬间找到了灵魂的伴侣。不，我不能破坏你们的家庭。我和与你是包办婚姻，我要和他离婚。离婚？对，离婚。康河的杂交可以作证，康家的星星也可以作证。是，我要说服与你一起向封建决别公开发表离婚通告，还我们一个死语。慧英，你要等我回应，一定要等我。好菜不，我不饿。啊，这件长衫你还没有穿过呢。等一下，有你，我有话要对你说。我也有话要对你说。那，你先说。这些信写起来的英文字，看都看不懂，差不多。天天有啊，是林慧小姐，我家来过，你见过的。哦，原来是她，难怪你会着迷。穿了西装，不要忘记旧装。来，这件长衫是工地叫我做的，试试看，好不好生？怎么啦？不开心啦？坦率讲，跟你结婚以来，我没有一天真正开心过。你呢？你开心吗？开心。是真话？真话？不开心又能怎么样？家鸡在鸡，家狗在狗，烦恼的日子当不一天少一天。
们不能这样下去。夫妻是灵魂之伴侣，我们要有自己的生活。自己的生活，出家送夫，我哪里想有自己的生活？我知道你不喜欢我，我恨不得在你面前消失，可是我做不到呀。玉妮，真对不起。其实我的感受和你一样啊。我知道你喜欢他。是的，我喜欢。早有思想准备了。我是个有度量的女人，你既然喜欢，可以拿去。你是什么？世间大无人间啊，谁没有三妻四妾？夫为妻纲，我答应你，拿她为妾。不，那岂是对女性人格的侮辱，我不同意。那你要这样？离婚？离婚？什么叫离婚？结子婚呀，与夫妻必为本于。什么意思？你要休妻？不，休妻是男权霸道，离婚是双方自愿，也是与上万自由。不，我从来没有听说过，我娘家也是名门望上，是你们徐家花轿上门请我来的。我们俩是明媒正娶的结发夫妻，这个结已经生生世世就在一起了呀。哎呀，有你。曾经我有咱家四下门里，你为我相夫教子，心怀关心。为婚姻你年少出呀，为家义务青春温馨，曾记得那天奉命把婚结，你心呀深中带来气。可怜你话未出口，身相依，可知我心事却上金龙宴。父爱的婚姻能是天我一同守金边，有年呀总不能空手牢笼破朝夕，更不能愁得零星早上面。既然给我们带来痛苦，只要解开，一定能解开。家中的孩儿，我
茫茫路难眠，何人望素眉鬓生把婚结，新婚未曾难成情，婚儿总盼天作难，才知晓日日愁云有家心。有你我愁，啥女子不气财，一想争气就是力，有怎看心中传上千自古女子送命间。先生的公子梁思成，梁思成，这是怎么一回事？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啊？不知道父是
从前你有过错，你是在梦中，我的父亲，你的悲哀。人心隐翠，凝空在梦中，甜蜜是梦中的余晖，梦中余晖。
发芽，我有心摘一朵带又怕来不发不来了。徐子墨啊，史先生，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？我在北大听过史先生的演讲。哦，你就是不平名曰陆小吗？史先生，哎呀呀呀，这心有俱乐部挂满了你的胆气。老小姐，你的这话真令人钦佩。既努力，小姐烦恼间。我的事，这烦恼间是谁家扭得水尖儿难卸，忠孝节义维系着5000年，丝缕不绝，却不过把人道灵魂磨成粉屑。许先生，你总然冲破5000年礼教的爆破手，现营在炸开了无情的黑夜。谢谢你，都懂了我的事。在这令人窒息的黑夜，你的死是黑夜的象征，我的空气，我的生命，真令人感动。啊，罗小姐，你先生叫王根，每个膝盖就要被你视为优秀的男子。王根，他远在哈尔滨做他的警察厅长。他是我公犯的果子，我是他手上的画饼。手上的画饼。王厅长到！人给你杀死。找遍府里，夫人不在。哦，电话问过了傅老太太，还有徐子墨公主的北大松浦图书馆50只2期钞府的都没有。听说夫人与徐子墨说些什么？没有风度。是，要不我再去北平警察厅问问，哪里可全是你的旁？万一不你那么是。长官公务劳累，凌晨又从哈尔滨起飞，休息一会，我再去找找看。没事情啦。十地本，百位生存方将军是部委军部为你。傍晚飞上海，晚上去南京联军司令部。是。明天为哈尔滨了解再有一种案子。好，
大雨天还要飞夏威夷，美国西点军要一位劳动友有呀。哪位啊？艾森豪威尔。艾森豪威尔。走吧。是。来，他必以别人寻找，本众保护好夫人。是。立正，敬礼。我是奉命来保护夫人的。不，你在监视我，你们也在监视我。我也是人，是个活生生的人。滚！给我滚！哦，是。总算可以透口气了。哎呀，在步兵的西山太美了。我是一朵雪花，翩翩的在半空里潇洒。我一定认清我的方向，飞扬，飞扬，飞扬。你看，我有我的方向。雪花的快乐。许先生，这么早就到了，我正在念你的诗。这西山真好，飞雪、红叶，一片宁静。先生，在上学？不，在这。你看到什么？我在黑夜的海上看到了明亮的火光。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，偶尔投影在你的波心。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，在这交汇时互放的光亮。许先生，小麦，妈妈，你怎么也？你关得好紧啊！爸母，王根兄，许先生。许先生才不大，为人师表，正不上口道，他是教
小妹，你口不离正经，难道我王母亏待你了吗？平心而论，你就算是个花瓶，摆在我无生年就中川美长的观念上，就不是事。王根，王根，你是军阶在军，简称夫良，但作为夫妻，我们不合适，不应付，士之精神也该了结啦。你要这样，小鸡烦恼结。小鸡啥个结？小妹意思要和我离婚。离婚？小妹，你疯了！你疯了！你疯了！这么体面的家庭，离什么婚？妈妈，许先生，你不要再去小妹管是些稀奇古怪的东西。妈妈，小妹，回去！你这个委屈，你这个委屈！哎呀，小妹，小妹，哎呀，小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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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怎么老是不痛啊？小妹，你要冷静，婚姻大事事关两家生命。治疗生育，你还有什么？王根，我们好爱好散，互相解脱了吧。不做夫妻也好，做朋友。王根，小妹话已说尽，实在苦苦相逼，我只有生命一条。小妹，小妹，小妹，小妹。王根无上不知，花前有香，四句传情啊！可你知道吗？他今世头生不与己，成王败寇，连累死此。
王某思虑不并，怎能不以前人为从啊？我很欣赏你的勇敢。来，哟，说你一问，离婚呀你！从此以后，老小妹一切营营与本村为长无关。化作立正，向后转，跑步走，一二，姑爷，姑爷，哎，姑爷，夫人，小曼，爱也跟着我走，人情间让我们不交心似火，为真爱，为自由，为真爱，为自由。时候不早了，梁启超先生怎么晚不来呀？许先生，有他夫人徐先生，他们来啦！徐先生，有他夫人徐先生，他们来啦！大夫，祝你们！大夫，真不女啊！子木，走你们！谢谢，子木，走你们！谢谢你。子木，我今天凌晨3点就起来了。你率真小麦用过，我这就想要接头。假使我今天马上要死，临死前只想做一片伟大的事实，颂扬着以后黑夜中护放的光亮。太好了，刘先生、张先生，谢谢你们。怎么，梁启超先生怎么晚不来？怎么了？假如不答应我和小麦成婚，除非梁启超先生亲自出面指婚，否则就要断绝父子关系。子木，梁公再器重你，他是倡导民主、反封建的前辈，一定未来。我看不一定，同学们看到报纸上许先生结婚的消息，都不管的。完事。不来就不来，子木，我们请大夫指婚，婚礼照办。对，大夫，你就帮忙吧，帮忙吧。不，这不妥，不妥。子木，不是我不愿意，梁启超先生不到，对你们不利呀。天哪，这是一个怒掐的世界，用不得恋爱，用不得恋爱呀！梁启超先生到！来了，恩师来了！先生终于来了，我说他已回来。梁先生，你今天亲自指婚，在父亲的家
今天我为当代著名诗人徐志摩先生和罗小曼小姐指婚，下面请新郎新娘侧席。徐志摩，你愿与和罗小曼生死不离，结为终身伴侣吗？不愿意。罗小曼，你愿与和徐志摩同甘共苦，终身相随吗？我愿意。好吧，婚姻事由，从今天起，徐志摩、罗小曼结为伉俪，同甘共苦，生死不离。来，女士们、先生们，吴十之再三请我做证婚人，我是10000个不情愿。因为我面对的是同乐，与同乐为伴，怎能在同乐成人？今天我来设句，是好让所有人知道，这种恶劣不得其法，更不值得庆贺。请恩师说下去。说什么好啊？徐志摩，你做衙门不成，做生你更是失败。你离婚这去，就是用情不断的名字。梁先生，你不能这样。罗小曼，我休意与你说话。王根的心还在我这里，你是个不争妇道的典型。劝你们不要一头再头，死不无成，不要以事实力作为应试准则，不要以荒唐和淫乐作为人生目标，不要把圣经的婚纱当作谁谁抛弃的苦役难离。不要与他人之苦痛，以自己之快乐。常父母寒言，常朋友不耻，常所谓嘲笑，常道德流泪呀！真生两公，
一个灵魂之伴侣，得知我言不得，我命为此而已呀。万世皆遭牵制，何至于此？为什么要欺表藏不人门？为什么三七四却真梦死？为什么虚情假意随男女？为什么真情真爱遭变质？早知海无情早知时雨来临等什么无锡兵法十迷信公抽上书，我都是一片空冷，其言非子，岂奈民国羞于此？余下满月黑公主当其人，恩赐的情中巧想不为子，我为我母上少年子，风雨中携手相母子，白来早把手见老父母门子，上上联袂。再登高门谢恩师，谢做什么啊？西山红叶，你不是已经画过一幅了吗？
我喜欢。对，我也喜欢，因为它是我们永久的纪念。哎，时候不早，你身体不好，早点去睡吧。我最近吃了一种药，身体好多啦。什么药？不告诉你。哎，当心！对不起，我这样东西放得乱七八糟的。哎呀，我不在乎乱又怎么啦？随心自由，我可以，我喜欢。哎，你找什么呀？前几天就新有写的一首诗，别全部都来猜了。哪一首？他是睡着了。啊，我知道，我把它藏起来了。啊，藏在哪里？藏在我心里。哎呀，你呀，是我。是睡着了，星光下，一朵斜起的白莲。我梦见你，香炉里摇起一缕碧螺烟。它失眠熟了。好了好了。好奶，我没有喜欢你，好吧？我要赶紧喜欢他。哪去？现在啊，我们可是靠蛋糕吃饭喽。我陪你去。不，你身体不好，都几点了？怎么？表定了吧？你这张老爷表早该退休了，我给你买了块新表。啊，喏，劳力士，你看，哪能漂亮哇？哎呀，你这件长衫也过时了，倒像鲁迅笔下的孔乙己。今天我在亚非路上看到一套意大利西装，夏季摩登，可惜身边钱不够了啊！过几天去买吧。太名贵了，其实我都不需要，不用买。我喜欢，这些都是给你买的。有了陆小麦，我要秀字幕更加体面，更加光鲜，更加灿烂。可是我们的钱已经不多了，假如又到了我们的经济来源，我有钱，哪里来的？不告诉你。你买完了？你把西山红衣买了？哎呀，小曼呀，小曼，你怎么可以买自己的娃呢？你喜欢我还可以再玩吗？小曼。这西山红叶可是我们永久的纪念呐！它在我心里，我还可以再挖很多很多的西山红叶。怎么，你不是说我们是灵魂的伴侣吗？对，我们是灵魂伴侣。不过小曼啊，不管是灵魂伴侣还是生活伴侣，都必须面对现实。
相思一梦是夫妻，生活的伴侣情之所系，灵魂的伴侣爱是真的，愿我们为真爱改变自己，风雨中虽相遇，甘苦与共，不离不弃。小曼，也许已经关太太走久了，有些外籍官不值得你爱。不，你的可贵之处全是真实。从古到今，茫茫人世，每天都在表演各种各样的虚假。我宁可要粗劣的真实，也不需要完美的虚假。而你从不虚假，就凭这一点，你值得爱。子墨，先生，不好啦，害人来报，老太太过世啦！开门，快开门！子母本上回来了。子母，你总算过来了，快到林间祭奠。为徐少爷开门。开门慢，老小曼，不能进门。为什么？他是徐家媳妇。你们私定终身，徐家不予生生。我们有两起草先生指婚。她是古老的女人，为玷污你母亲的灵魂。不，她是我的爱妻。见到母母名字一人，才在那里玷污什么呀？父母曾经小曼无法见上一面，今天这就在临近为他烧纸香，磕个头，就让我进去吧。哦，徐家列祖列宗，就不让你进来。徐家啊，我小娘子，你母亲是被你气死的，还不快接你母亲让下，快让下！小曼，小曼，你去吧，替我在步步林间烧纸香，磕个头吧。黑漆大门关得紧。
徐家父千金，来年我到徐家证明英文，只为子母爱小马，万千须从当儿总算是偶遇清风，江城彩，越是交际情思明。小曼在门外送你了。陆小姐，我是子母的前妻张幼仪。妈，这是老爷接你们找的新居呀，是可以去试。哎呀，小曼，小曼，你怎么了？小曼，哎呀，怎么又发病了？快送医院！我不去医院，我要去。鸦片，他说什么呀？他好像是什么鸦片？鸦片。小曼吃鸦片，你这些报纸我全买了啊！这张报纸就怪好看，这小曼吃鸦片，你三报道，滚！来上海已经5年了。不见了昔人花开曾自许，远去了文娱欢聚谈笑。尝到了一点悲伤。
才笑我，才笑。小妹屋里，哎，伊他媳子么个拼头，不是老三等过哎。听讲陆小妹老早来了外交部当翻译，老有才气。现在不来三了，哪能啦？吃夜天了，屋里有客人来，先要烧开火灶，起码要2个多钟头嘞。做啥？哎呀，这火灶哪能来三了？叠着面孔。像棺材里扑出来的鸦片鸡呀！侬没有吓人哦！哎，上海开朗侪没了讲呀！自控！你们去听听50子刘海说他们是怎么说的。小曼是国民城里一道不可不看的风景，是一代才女旷世佳人。你们这些说不可来妒忌生情的阔太太，谁能给他半根好吗？谁？是我。先生回来啦！哎呀，先生，今天这么早回来啦？嗯。哦，先生，这是太太欠的账单268块，晚于这些4980块。这么多？我一个月工薪高费才1000多块，买些什么呀？啊，先生等等，我去通报太太。不用了。什么味道？怎么不开灯啊？是谁？啊，小麦，你回来啦？在做什么呀？你这是在做什么呀？看这张报纸，听听外面讲些什么，我原来都不相信。想不到竟然是真的。小妹呀，小妹，在这边你可是从来也没吹过洋气啊！到了啥？嘿，小七啊，先生，那4980块钱。是不是都买大衣了？这医生，你不要别听，是真的。我不行了，你就让我走几口吧。你身体这是最后的真神。这就是我理想中的生活吗？这就是我灵魂之伴侣吗？徐志摩
老小妹，花前月下，不，他不是老小妹，你不是老小妹，我不想看到你，你请我出去啊！我出去！不要，不要！你我出去！想离开我吗？也许多吃几天，对你我都有好处。你后悔了吧？有堕落为婆，怎能再堕落成人？两起草实的。你既然知道为什么我要与他一作伴，为什么不定成好，为什么自暴自弃，事关堕落？小妹呀，小妹，在你身上再也找不到当年情深美丽、充满理想的了小妹了。你知道吗？我的上衣不是在流泪，是在流血。去找林徽因吧。你说些什么呀？我知道你一直没有忘记他，你从来就没有忘记他。他告上我堕落，他是人鱼，我是魔鬼。可是他不要你，你去找他，你去呀，你去呀，你去呀，听儿走些
啊，觉得对王根不公平，不走掉，又怕子母你无辜造成漏夜飞雨，万般无奈，我一孤身悄悄去一家的公医院。谁知手术做得不好，回家后心里害怕，又不敢对人讲，就这样一直漫长熬着，落下了一身的病。小曼，我什么药都用过了，没有用。有人劝我抽几口鸦片试试，谁知一抽就上了瘾，不抽痛得更厉害。我没办法呀！成了被你吐气的鸦片鬼。子母，我辜负了你，配不上你，对不起你，你就恨我、怨我、打我吧，小妈。生死无
有期待。我懂了，好话要用心窝。莫悲伤羞流泪，你是我灵魂梦里永不分开，我懂你爱你，无怨无悔，无怨无悔。谢谢你，子墨。这是林徽因今天寄来的请柬。子墨，11月19日，我和诗人在北平要举办一个文化讲座，向国外学者介绍中国建筑艺术，邀请你参加。你去吧。不，你身体不好，你应该去。黑暗终会过去，黎明就在眼前。当晨曦天边出现，那是新的一天，新的一天。小曼，你还在梦中，我走了。一下呀，是刚从德国进口的，放在你上头，要按时服用，多保重，等我回来。有你啊，是你这么早？管火车去南京，明天飞北平。你还没有忘记他？一个文化讲座。这2天有大风，还是乘火车吧？不要紧，我乘的是邮政班机，不花钱的。你想不到，你也担心钱。经费些比呀。哦，有你，这红的，你办的永章女章公司都上了报纸，还办起了银行。最近都好吗？天下岂有妖蛮之言者？唯不求妖蛮，是可领略生活之妙味。梁启超先生说的，我一直在看他的书。有你完全变了。是你拯救了我，解开了烦恼结。我要着做一个自强自立的新女性。谢谢你，子墨。哎，你的上衫领子破了，我给你订做一件吧。方便吗？你说你的长短尺寸都在我心里。哦，那好，订进哪去？说什么呀？我看公司的本钱还不都是你们徐家的？啊，对了，
儿子最喜欢你的诗，有几首都会背了。真的？轻轻的，我走了，正如我轻轻的来。啊，以后叫他背给你听。哎，好了，祝你一路平安，再见。再见。轻轻的，我走了，正如我轻轻的来。我轻轻地招手，作别西天的云彩，悄悄地我走了，正如我悄悄地来，我挥衣袖，不带走一片云彩。我挥衣袖，不带走一片云彩。一切都过去了，可我内心的情绪永远过不去。师母啊，你说的，你这一辈子只有朋友，没有敌人。我还想完成最后一件事，去看看有你，看看张玉你。轻轻地，我走了，正如我在整理你的文稿，抗战逃难，并且不把我送去的好多稿件弄丢了。不过稿子丢了，我仍完成，我重新整理。我来，我愿意，因为在你的诗里，我能找回一个真实的陆小妈。子母，谢谢你的爱，让我找回了自己。小曼，玉妮，是你呀！听说你的女装公司开到美国啦，真的成了时江时来的新女性。子母说，人都要有自己的生活，是这句话惊醒了我，是康桥进了我心的深深。
小曼，听说婚姻病了，病得很重。是啊，有你小